我香港嚟嘅，舊年嘅過年前，咁我突然間發現到有個凸起啊，自己感受到啦，我突然間發現到有粒嘢咧，異大咯。諮詢咗政府嘅醫生，咁政府醫生就話係3期嘅舌頭癌。我家姐真係驗到癌症嘅時候咧，已經係好遲啦。咁擴散到呢度淋巴瘤啦。咁好彩嘅就係香港嘅政府醫院嘅醫生同我哋去分析，都決定啦，唔同我家姐做切除啦嚇，淨係做一個開始做一個化療幾多次化療，然之後再加電療。咁因為我哋冇經驗啦咁醫生講乜我哋咪做乜咯。做咗一次化療，做咗不是人形啊。之後啦，咁甩晒頭髮啦，個人好虛弱，好虛弱。咁況且一樣嘢嘅，醫生話當其時都係試藥啫，死啦試藥。咁好彩嘅咪試到咯，唔好彩嘅咪繼續轉咯。真係好絕望啦，嗰段時間。咁絕望嘅時候走去拜神啦，諗好多方法啦，網上揾資料啦。咁到最終啦，揾咗我好朋友香港嘅自然療法醫生Dr. Chan Dennis，佢叫我放眼世界去出去睇下，佢就介紹咗你哋啦，專門對付癌症嘅醫院，俾咗啲好多嘅網上嗰啲資料俾我睇咯。佢有介紹過化療，通常都係成身去做嘅，但係呢間醫院佢哋有一個新嘅方法，就係介入性治療啦，揾一個動物出嚟啦，專注喺你嗰個患處嘅腫瘤上面。咁開始去做治療嘅時候咧，都係做介入性治療。做第一次嘅時候咧，就覺得唔錯。咁之後就出院啦，咁食藥啦，咁配藥出院啦。咁連續咁做咗幾次？3次定4次，粒瘤咁冇增長冇縮細。前幾個月啦，吳主任周醫生建議我用另外一個方法，將啲放射性粒子直接打入去個腫瘤度。做完之後，頭嗰2日已經縮細啦粒瘤。做咗呢個手術之後，1個月內就明顯一路細啦粒瘤。到而家已經同我家姐講，我唔當你一個病人㗎啦，我唔再咁樣照顧你㗎啦，可以咁你回復返自己嘅正常生活啦。咁上到嚟嘅時候，見到嚟自唔同嘅國家啦，好多個國家嘅病人都會走過嚟，一定有個原因㗎多謝晒全部嘅醫生啦、護士啦、吳主任、周醫生、詹醫生、Amy 啦，你哋係一流嘅，你哋係好嘅，會明白到癌症嘅病人啦，或者佢家人啦，心情好差，你哋係真係用心去對待我哋每一個人多謝你哋。